國內接續有油傳出問題，這食品安全是引起疑慮。台北市立聯合病院為7月30開始設食用油品健康資訊門診，提供評估甲衛教，希望會當協助民眾來了解實際的健康風險。中聯郵局的食安風波還未收煞，小數表示，未來若行政院版本的食安法修正草案若有通過，都會要求特定業別甲規模的食品業者、食品安全監測計劃，都要提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，強化食安管理。面對這陣的食安事件，有民眾是表示無食煩惱，嘛有人認為即賣資訊真濟，若有合法的資訊管道會較安心。對，我沒有很擔心這件事情，一個合法公開的管道。去做後續的處理。為着民眾的健康，台北市立聯合病院自7月30開始有設食用油品健康資訊門診，提供健康評估的服務。民眾若有需要，麥當免費為營養師提供食食的建議。醫生表示，真濟民眾毋是煩惱中毒的問題，是真惡判斷有啥物資訊才是正確的。大家透過門診提供專業的衛生教育，麥當協助民眾了解實際健康風險。焦慮到輾轉反側這樣子，這樣子的人，他覺得哦，我真的很想聽到一個專業的人員，就是好好的解釋、回答我的疑問，讓我可以安心。那他就適合來這邊進行衛教諮詢。台北市立聯合病院表示，食用油品健康資訊門診，為拜一到拜六攏有提供服務，而且免收掛號費加諮詢費。病院希望透過醫生甲營養師的專業評估，協助民眾釐清食安的資訊。記者郭金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